大家好，我係 Moonshine Italia 月光號創作室嘅阿莊。上星期我同一班同學仔同朋友去咗香港藝術館嘅塞尚與雷諾柯的世界油畫展。展覽入邊將兩位藝術哲學、技巧風格同主題都唔一樣，但係時期差唔多嘅印象派同後印象派大師嘅作品同場展出，令觀眾更加容易感受到兩位嘅性格啦，同埋世界觀嘅唔同，從而可以激發更多嘅討論空間。除咗兩位大師嘅畫作之外，我哋一行人亦都討論咗好多當其時關於時代嘅問題，例如相機光圈發明嘅誕生又點樣影響顏色同埋光學嘅認知，鐵路又點樣影響咗大家繪畫嘅主題。當其時嘅科學發展，除咗為畫師提供咗方便，亦都同時為佢哋提供咗好大嘅創作限制。而同學嘅討論亦都慢慢伸延到我哋呢一班喺 AI 時代下邊嘅創作人應該如何面對時代。最後，如果你對呢個展有咩感想或者有咩資料補充，歡迎喺下邊留言，可以大家一齊討論。多謝晒。